各位兄弟平安。咱继续为咱台湾中南部的落雨甲水灾来关心甲带导。好，咱今仔日要吟诗，学录的第一首要来吟圣诗第二首，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。咱这首要来吟第一节甲第三节，第一节甲第三节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能大主宰，咱着这声唱歌，学上帝尊名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将你天地加海。上帝至尊大主宰，第三节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大声献诗，上帝主悲，第三节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尊严高万世代，路上的心都已大主宰。好，咱这首咧吟的时候，爱说你就是第一行的最后一小节，我头我嘛唱唔对，迄个吼。第一行是爱落去的哦，第三行是平平的、平平吼，所以这要找的是咱要注意。还有歌词的部分，2009的圣诗应该是有改过哦，所以待会等者爱详细看咱的投影片哦，迄个歌词的部分。好，第二首咱来吟圣诗386首，386首颂龙的部分。今仔的投影片可能有小可问题，不要紧，咱有圣诗本对无？吼，咱但圣诗本拢该摕出来很，哦，罗主任无需要定定咧提示咱吼，唔茫定定用迄 APP 啦吼，实体的书也是很重要吼，爱摕出来很，吼，咱等者要唱的这条是应该是无遐尼小噶哦，所以一定爱看册哦吼，无投影片也无去，应该是唱袂出来，我嘛唱袂出来，吼，咱要用的是圣诗第481首。481首吼，那手内有圣诗的吼，摕出来显一下吼，481首，哦，481首。咱这首来用两遍吼，伊这顺序是第一行、第二行有一个反复记号，吼，跳等于到原来吼，个笑落吼，记得接第二房，吼，第二房。哦，唱到上后尾了后呢，佮从头反复一次，然后依照刚刚的顺序吼，甲拄仔顺序第二行佮反复一道了后，佮甲规首唱好了。吼，好来481首，咱唱两道哦。好，咱对基督的稳定得着合一，基督稳定，主接合一反复。咱对基督的稳定得着合一，基督稳定，主接合一，多依上帝，多依上帝，多依的主。
讲一个心，讲一个听，对一个心声，领受讲一世礼，咱属主主名，家人一体。好，从头对头。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，基督稳定，主接合一。从头。咱对基督的稳定得到合一，基督稳定，主接合一。独一上帝，独一上帝，独一的主，讲一个心，讲一个听，对一个心声，领受讲一世礼，咱属主主名。家人一体，好，真好。咱上后尾用圣诗第168首，圣诗168首。啊，这首咱等咧吟的时阵吼，更强的伴奏会先为咱弹弹第1甲第2小节，了后诗班会对咱会先唱第1节甲第4小节的轻轻的唱的部分，和咧谱的顶管轻轻的唱的部分。等因唱了的时阵。咱就来会众就来唱主歌的部分吼，第1节甲第4节吼。啊，等者我会互恁手势吼，好来，咱来熟悉一下。这首等下咧吟的时阵，第4节的最后一句的部分，吼，咱等下就耳仔爱抛开，吼，来听有一个渐慢的过程，吼，渐慢的过程，吼，咱来对钢琴加诗班的声，好，咱今仔吟诗到这。
请大家平凡心来敬拜上帝。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，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。全地会敬拜你，吟诗称赞你，会吟诗学乐你的名。咱三角来吟圣诗第2首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咱犹原徛地，同心来祈祷。至悬至大全能的父上帝，感谢主伫即个圣的主日，你带领阮，无论伫圣殿还是伫山顶，拢会当来敬拜阿罗你。天地万物拢是你创造，每一工拢是你想事。
阮的性命是你所定着，我要珍惜每一天，为每一天新的开始献上感谢。总是阮人类对环境的无疼惜，过度使用地球的资源，污染严重，比较全球气候暖化反常，极端的气候哪来哪严重，全世界各所在不时有严重的水灾、风灾、地动发生。阮辜负你所交托阮来对世界的管理，也求你唤醒阮每一人，共同来固守、恢复美丽的世界。我也求你保守台湾这个岛屿。这礼拜北部虽然无受风台大雨的影响，总是南部连续风台水灾损失严重。求主来怜悯，也愿阮会当尽阮的心力来协助救灾。求主赐予世界各国领导者智慧，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来建造上帝国。阮人通带有原罪，自古早人的自私妄惰、贪心，直到冤仇冲突、战争不断，大国欺压小国。求主怜悯帮助阮的国家，让台湾伫这个世界有国格、有尊严，来行公义的路，有疼心来帮助弱小的国家。特别来88节，阮除了体会感谢父母无代价的疼，阮也体会天父对阮的疼，也是无限的。主耶稣为阮的罪受苦，顶十字架受难。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，伊的国活带来阮永生的愿望。我也感谢主，赐阮教会改建增加的空间来传扬福音，踮伫立法院边，有机会帮助光明运动。此规的夏令营，带先伫阮教会开课的造就，学生的邀请，愿阮伫服侍中。灵命会得到更新，阮也为着朋友也是亲友中间有病痛大医，也是在厝疗养，拢求你看顾，互每一位倚靠你的，拢得到平安甲快乐，得到医治，互苦痛诚做见证，诚做祝福。阮的祈祷有限，只是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比如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掀开新版圣诗后面1039页，体验文23篇，就是诗篇96篇，咱三角来体验。要对上主唱新的歌，要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。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，尊贵甲威严包围伊。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就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，就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，就对万国宣布上主最王。世界坚固袂动摇，
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。上主得来啦！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。十甲来临圣诗168首，求主圣神降临，遐起立吟全首。甲咱依愿徛地，用念写圣经，告白咱的信仰。万心独一专连的地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看见无看见，万变的主，万心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者，以利一切世代以前对地生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是生出来，甲地同时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是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借小女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，是本着基督来，为咱免世界，受咱来造，到今天所记载第3日8月9日，请坐，咱过来祈祷。
慈悲疼痛的上帝，阮希望伊亲像落喙焦，希望溪水，搁一摆用刻薄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仰望你的恩带甲光照，追求你的教示甲真理，恳求你用你的慈爱带阮到伫清脆的草坡、安静的水边，互阮的灵魂精英得到真实的饱足甲福气。也恳求你感动的灵来引带阮的心智，互阮对你领受，也愿意付出，明白是比受搁较有福气的意义，将阮对你所得到的勇气，行做传福音的气力，互别人得到祝福，来归荣光互你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来共读圣经，新约腓立比书3章12节到21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安尼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达到目标，我继续直直走，希望通得到伊赏。其实，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，兄弟姊妹，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，打拼追求头前的事，目标直直走，为着要得到赏，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，带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活命。所以，咱中间相识的人，着有相款的想法。咱中间若有别款的想法，上帝嘛会将即个想法甲恁指示。无论安怎，咱着照已经走过来的路线继续前进。兄弟姊妹，恁拢着学我，着注意看遐个对阮的模样的人安怎在生活。我已经有甲恁讲真侪遍。现在搁流目屎，甲恁讲，有真侪人，因的行为，互因称做基督十字架的对敌，因的结局是灭亡。因用腹肚做心灵，因将见笑看做光荣。因只有关心地上的事，毋过，咱是天顶的公民，要彻底听候。对遐来救世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伊会用互万有屈服的能力来改变咱卑贱的体，互咱变做甲伊相款荣耀的体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要听阿萨希望诗班赞美，今日所要献的诗是蔡仁杰这书作曲的。8号。
面要请杨高文牧师讲道中午共一个目标。两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会当来想，如果今仔日的咱徛踮伫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咱回头来想咱过去所行过的路站，检测有成功，有失败，有欢喜，嘛有流目屎。那安尼，即个时阵的咱会选择继续停留伫过去迄种的经历的中间。或者是咱要凭着上帝的恩典来迄个未知的头前的路来行咧。今仔日要邀请咱来跟对使徒保罗的脚步，做伙来踏上即个我靠上帝恩典的成长的旅程。在进入今仔日的主要的经节进前，咱大先来回顾保罗伫腓立比书头前几章重要的教导。伫腓立比书的第1章、第2章，保罗伊有展现基督徒生命的核心。伊讲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伊引用基督论的俄罗斯，伊描述基督怎样摒空家己、谦卑、顺服到死，以及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上帝就提升伊到伫上悬的地位。我想这毋干那是对基督神性的一种宣告，更加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典范。伫顶礼拜，咱有讲到第3章的第1节到11节，保罗嘛用伊家己的经历来说明，来讲起伊怎样学耶稣基督的款式。伊将过去掠准是骄傲，譬如讲伊有真高贵的出身、宗教领袖的地位，检测伊嘛有真完美的道德的表现，但是伊将这个拢看作是笨拙，为着会当得到基督。保罗的人生发生了真彻底的改变，伊无搁再倚靠家己的努力来夸口家己的牛，伊乃是讲。伊用真八卦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，伊无搁再追求倚靠行为来称义，乃是相信因为信基督来受称做义。保罗甲咱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倚靠上帝恩典，每一个人的生命拢会当重新开始。一个真正跟对基督的人来生活。毋是咧看伊的外表有偌尔啊敬虔，乃是讲伊的内心甲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关系。所以今仔日咱要对第3章的12节到16节，咱大声来想。保罗伫第3章的12节到16节，保罗用一个真动态的信仰的概念来讲起，伊讲。这毋是讲我已经成功，伊讲安尼，若毋是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达到目标，我继续直行，望通得到赏。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，这是保罗讲的。保罗通过这个教导，甲咱讲，属灵的生命的完全，并毋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得到成就，乃是倚靠上帝恩典。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继续不断地工作的一种的结果。搁较要紧的是，保罗会当持续往这个目标来迈进。伊上界根本的原因，是因为伊知影这是伫基督耶稣内面早就已经得到伊，然后这才成做伊追求属天赏赐的动机甲确信。保罗伫接续13节、14节。伊嘛用赛跑、奔跑的这种的比喻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。保罗讲：兄弟姊妹，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，拍拼追求头前的事，目标直直走。为着要得到赏，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，叫我去领受迄个。
对点面来的画面。伫即个比喻中间有包含3个真要紧的要素。头一项，伊讲到袂记得后面的事，无搁再互过去来成做阻碍。无论是你感觉骄傲的成就，或者是互你感觉真丧志迄种失败经验，伊讲无要紧，咱着爱袂记得后面的事。然后第二项，伊讲爱拍拼追求头前的事，就若真像一个运动员，伊需要全力继续往头前迄个目标来奔跑，因为伊有一个真明确的目标，所以伊只要看头前。因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伊讲这就是咱来拍拼，会当来领受迄个对点面来的画面。这个画面是啥物？就是甲基督会当完全来联合。接续15节到16节，保罗嘛进一步来展现伊牧者的智慧。伊讲，所以咱中间成熟的人，着爱有相款的想法。恁中间若有别款的想法，上帝嘛会将即个想法甲恁指示。无论安怎，咱着照已经走过来的路线，继续前进。这段话嘛提醒咱，毋是家己掠准已经完全，乃是承认咱是无完全的，但是咱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爱继续不断来追求。上时保罗嘛承认讲，其实伫教会中间会有真侪无共款的观点，但是伊深信上帝神会亲自引带每一个诚心追求真理的人。然后保罗伫这段经节的中间，伊要互咱的一个提醒，就是望咱会当有这种的信仰观，就是用恩典做基础的动态的信仰的观念。伊大声提出一个观念来纠正一种的危险的想法。伊讲，掠准家己已经达到完全，这种的想法是非常危险。伊讲，真正的属灵的成熟，毋是掠准家己已经完全，乃是知影家己也未完全。因为知影家己也未完全，才会当持续来倚靠上帝恩典。所以基督徒的性命，毋是靠家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完全，然后停留伫迄个静态的状态，乃是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不断追求学习，这是一种动态的成长的过程。咱毋是要达到某一种的终点，到位啊，已经达到啊，咱就伫遐来停留。乃是爱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不断来持续往头前来迈进。所以保罗通过这段的教导，在讲起教会需要伫这条不断努力的道路，来促进教会的合一。伊呼吁所有成熟的信徒，拢爱伫上款的心志顶悬来努力。什么是上款的心志？就是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继续追求亲像耶稣基督。伊嘛常时展现一种包容的态度。咱爱努力追求亲像耶稣基督，但是咱嘛伫次要的问题顶面，咱会当有无共款的看法。重要的是，咱拢是往同一个目标在前进。咱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标准，咱一直伫遐追求成长。所以通过安尼教导，咱会当来反省，伫咱的信仰的旅程的中间，咱所存信仰的态度，是毋是较倾向伫讲啊，我已经有洗礼啊，我已经够啊，我已经完全啊，我已经得到啊，或者是讲，咱知影咱所存信仰的态度是，我也无够格，我也无完全，我继续搁奔跑伫这条信仰的道路咧。咱的心态是怎样？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什么是咱需要迄个袂记伫的代志？意思就是有啥物款的代志，是你爱家放伫后面来袂记伫的代志。伫遮保罗讲，上帝恩典教育来帮助咱，来经过过去的路站，嘛教育咱来带领咱来行头前迄个未知的未来。
这一切拢毋是因为靠咱家己的努力，乃是上帝伫咱的生命的中间继续不断的工作。咱接续来看经节的17节到21节，伫这段经节的中间，我要问的是，咱减捌为着家己人生的中间，找无到一个会当学习的对象，或者是咱会当模仿的一种的款式，这种的榜样吼，来感觉真犹豫，或者是讲对信仰的道路感觉真心存一种的无确定。但是伫17节，保罗伊勇敢指出讲，兄弟姊妹，恁拢着学我，着注意看遐对阮的模样的人是安怎的生活。保罗伫遮讲，恁来继续学我，恁拢着学我。然后伊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讲，恁来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一般样。所以伫遮的关键是，保罗毋是爱人，只有是学伊，乃是邀请人甲伊做伙参与伫学基督的这个旅程。信仰的群体的确拢需要有具体的典范。基督徒的成长，毋是空空想象出来的道路。咱需要看见活活的见证伫咱的中间。咱看到有人真实的群体耶稣，那安尼，咱就会当来学习，会当继续参与伫群体耶稣的道路。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，伊发出一个警告，伊讲：我已经有甲恁讲真济遍，现在搁流目屎甲恁讲。有真侪人，因的行为，互因成做基督十字架的对敌，因的结局是灭亡，因为因用巴肚做生命，因将见效看做公营，伊嘛只有关心地上的事。所以，遮讲保罗伊流目屎伫讲出遮的话，这是一种牧者的心肠，这毋是受气愤怒，伊乃是一种的悲伤。伊伫描述遮个人的特质是啥物？伊讲有人因选择甲十字架颠倒变的道路，是相反的道路。因为遮个人，伊用满足家己的欲望做目标，因将迄种见效看做是公营，因只有专心伫地面上才会真短暂的事务。所以，若是甲遮个错误的典范对比的，保罗伊讲。咱是天顶的公民，咱热切着听候对遐来的救世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其实咱知影菲律宾是罗马的殖民地，遐的百姓因享有罗马公民身份的特权，所以保罗用这个譬喻在甲咱讲基督徒虽然是带踮伫地面上，但是咱真正的身份是天顶的公民。这个身份毋敢若是荣耀的特权，这嘛决定咱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甲人生的目标。咱无应该互地面上短暂的事物来搅扰，乃是爱注目迄个永远的价值。所以保罗有进一步指出迄个5万的具体的内容。伊讲，伊会用互万有屈服的能力来改变咱卑贱的体。互咱变成伊相款荣耀的体，所以咱讲基督再来，这个毋是茫茫渺渺的概念，伊是一个确定的事实。这毋是希腊的铁壳，这所讲迄个灵魂袂朽烂的观念，伊乃是圣经所讲迄个身躯搁活的真理。因为当基督搁来时，咱的身躯要得到改变，然后得到荣耀。这是咱信仰的5望，嘛是咱伫困难的中间会当坚持的气力。所以咱倒转来想，有的人参与信仰群体是真短的时间，但是有的人是真长的时间。若是安尼，什么人是咱生命的中间迄个属灵的典范？然后咱讲因是属灵的典范，咱会当对因的身躯顶学着什么群体耶稣基督的功课无？常时有啥物人在观察咱的生活，
想要甲咱做伙来学习耶稣基督。咱的生活，互人看起来是亲像天顶的光明，或者是亲像地面上的光明。咱的价值观，咱对时间的分配，咱对金钱的使用，会反映出咱是虾米款的身份。现在，咱对保罗的教示，咱明白正面的模样，或者是典范，会当引带咱继续前进。天顶的身份嘛，决定咱人生的方向。愿望是国外的愿望，会当互咱坚持，会当互咱的生命有快乐。所以，这段经节对今日的咱来讲，咱会当得到虾米款的反省甲帮助？头一项，信仰是上帝伫稳定中间，迄个无停止，意思就是咱会当继续往前的一个旅程。保罗伊对即个信仰旅程的概念是动态的，即个动态的概念对今仔日的教会有一个真深刻的提醒。信仰绝对毋是一个讲我已经达成，我已经有受洗礼，安尼就真做咱的重点。乃是爱伫信仰的中间，继续伫上帝恩典的内面，咱往头前来跑走。长久以来，教会嘛真容易陷入伫自我满足的一种的陷阱，认为讲教会有够复兴啊，教会真侪事工啊，咱有真侪会友啊，然后咱已经达到伫属灵的终点，已经有够完美啊，所以停止倚靠上帝恩典，继续追求，继续成长。这种静态的信仰观会带来真侪的危机。如果伫个人的生命中间，信徒嘛会因为某一摆真深刻的属灵经验，嘛感觉讲啊，安尼阮的生命有够啊，安尼就失去了继续成长的一种的渴望，无搁再追求甲主有搁较亲密的关系。若是对群体角度来看，教会嘛有可能受到过去的成就来影响，渐渐就继续倚靠人的方法，毋是倚靠上帝的恩典。若是对伫真理的角度来看，咱嘛有可能因为现有神学圣经的知识已经认为有够啊，然后咱就继续无搁再伫圣神的教导甲精神的内面，互上帝来帮助。所以，互咱来诚实来检视，咱伫虾米款的方面已经停止伫上帝恩典的中间成长。咱读圣经，咱祈祷，是毋是变成做例行的公事？咱服侍只不过是倚靠咱的能力，失去了对上帝恩典的倚靠。或者是有个人认为我的神学、我的圣经的财物已经够啊，然后我毋免搁再受造就。我想咱咧承认一个现实，就是毋是每一个人伫每一个时刻，拢会当真深刻感受到迄个真强烈属灵的热情。因为有时阵咱嘛会感觉真野生，或者是真软弱，甚至伫信仰上嘛会产生了犹豫。我想这拢是正常的人性的症状。但是上界要紧的是，伫软弱的时刻，咱知影爱倚靠上帝恩典。保罗的教导，互咱明白，就是当咱伫无完全的时阵，上帝恩典才会当搁较显明。我常常甲少年人讲信仰的起造是伫不断的挣扎甲对话中间，渐渐来形成的。所以现代的教会嘛，需要重新来想保罗所讲即个恩典的中间动态的信仰的概念。每一天拢是经历上帝恩典的新的机会，每一个挑战拢会当帮助咱更较深来倚靠咱的耶稣基督，这拢是一个机会。再来第一项，我感觉对这段的圣经有另外一种的帮助，就是互咱来思考门徒的身份，迄个真实爱付出的代价，以及迄个国外的愿望。保罗教导咱跟对耶稣基督，的确是爱付上代价。咱知影有一位叫做潘霍华，伊讲当基督若是呼召一个人，伊是呼召伊来为着伊死。这个死是指家己死，
是脱离迄个旧的我一种生命的转化。所以有人嘛甲文道落一个定义，伊讲文道等于是信徒佮加上十字架，信徒加上十字架。毋知影咱敢知影即个意思是啥物？我会记得进前伫带领青年团体的时阵，有一阵青年中间彼此的问候，毋是讲平安哦，也无讲食饱未，乃是讲你今日有死过啊未？并且讲你今日有死透啊未？死透了没？互咱真诚实来面对，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啥物款的所在，咱要搁真正来家己来死。是人的欲望、野心，或者是咱超侪人的肯定的一种的欲望，对安逸享乐的一种的贪恋等等。上帝邀请咱放下这束缚咱的代志。我想这放下，毋是倚靠家己的意志或者是努力，乃是要倚靠上帝恩典。保罗伫第3章的第10节又讲我所爱的是认捌基督，佮体验伊佮我的大快乐，佮伊做伙受苦，经验伊的死。我想即句话中间有讲一个顺序真要紧，伊讲认捌基督。然后体验伊佮我的大能力，佮来甲伊做伙受苦，经历伊的死。我想这毋是讲单单一次，或者是一摆的经历，乃是咱伫信仰的历程中间，会继续不断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持续去经历一种生命的过程。所以对伫现代基督徒来讲，背十字架可能就是在表示咱爱为着福音放下咱个人的权利，伫无公义的环境的中间，咱来付代价坚守真理。为着上帝的国度，咱需要承担迄种受误解甲压力。伫困难的内面，咱嘛是爱选择见证听，选择饶赦。上界要紧的是咱明白一项，即个毋是咱会当选择的项目。乃是军队耶稣基督所带出来必然的结果。我相信上帝恩典是充足佮够野的，伊袂互咱承担咱袂当承担的试炼，伊永远会伫咱软弱的时阵，互咱快乐。十字架虽然伊代表苦难受苦，但是伊毋是终点，因为国外的荣耀、国外的仰望甲活命。在等待咱。再来第3项，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通过保罗的教导，咱会当来追求合一的见证。伫即个中间，咱拥有智慧来分辨。咱看到保罗所讲，基督徒的核心的呼召，爱咱成做福音甲国外的基督的见证者。即个生命的见证必须要完整。什么叫做完整？就是爱包含见证耶稣基督的受苦、死亡甲国活。咱袂当讲咱选择迄种较快活、较轻松的部分，咱只要见证基督救赎的咱只要见证耶稣的迄个国活。我想咱爱完整见证基督救赎工作的全部。见证的实践爱实际，但是毋是每一个基督徒拢有真戏剧性的见证的故事。有时上界有力的见证，就是伫上界平凡的生活中间，渐渐来活出基督的款式。伫工作有成实，伫家庭实责疼，伫困难的中间倚靠上帝，伫软弱的中间来倚靠主的恩典。所以有时阵上界有力的见证，并毋是成功的经验，有时反倒是当咱踮伫软弱甲失败的时阵。回顾教会历史，尼西亚圣经的形成，嘛提供一种真宝贵的合一的智慧。伫尼西亚会议中间，有318位的教父通过合一的精神来形成共识。伫迄个中间，确认基督完全的神性，也为着教会来建立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伫核心的信仰的真理的中间有一个合一。上司嘛，永远伫次要的问题顶悬会当有无共的观点，然后继续保持对话。
我想这甲保罗伫第3章15节、16节的教导会当来互相呼应。保罗伊毋望信徒有相款的心志，伊也用阮伫某一寡代志的顶面有无共款的判断甲看法。保罗安怎讲？保罗讲，恁中间若有别款的想法，上帝嘛会将即个想法甲恁指示。我想这毋是靠权威来压制，乃是通过对话、辩论，甲圣神的引带来达成共识。这显示一个真要紧的真理，就是合一，毋是合一。真正的合一是点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心灵的合一。对伫现代教会来讲，咱需要学习去分辨，什么是重要的事，什么是次要的事。然后伫核心信仰真理的顶悬爱一致，伫次要的问题顶面爱互自由对话的空间，并且伫所有的代志的顶面爱用听做原则。所以接续，咱爱想，咱怎样爱有实际信仰的具体行动。保罗提醒咱，真正的见证毋是用嘴所讲迄种的言语，乃是爱用整个的生命。当保罗讲，恁着爱继续来学我，恁拢着学我，伊是咧邀请所有的信徒来观察，伊伫整个的生活顶面，伊活出什么款的生活的方式。学习伊伫逐款的环境的中间，挖靠上帝恩典来活出基督的样相。当今的世界，人真需要看到真实甲完整的见证。因需要看见的，毋干那是伫基督徒伫顺境的中间学了上帝，伫逆境的中间挖靠上帝，毋干那是宣讲国外喜乐。伊嘛爱看起愿意承担十字架的代价，毋是只有嘴咧讲谈论上帝是听，嘛需要伫具体人甲人的中间来实践出来。我想安尼见证的生活要求，才会当来表现咱伫日常的生活是活出天顶的光明的身份。咱的价值观嘛爱反映天国的标准，咱时间的分配，着爱有迄种永远的生命，迄种优先的次序，伫金钱财务嘛爱来体现上帝国的价值，伫人际顶面嘛是爱来展现耶稣基督的听。所以最后讲到，咱如果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咱需要同心来扮演一个更较成熟的信仰的群体。保罗讲，既然有个人伫上帝恩典的中间继续成长，那安尼伫群体的内面，更较需要伫真理甲听的中间来活出合一的见证。意思就是信仰的群体爱走向同一个目标。既然咱对核心的信仰有坚持，但是即个中间嘛永远有无共款的观点，爱互相包容。既然有天顶的光明即款身份的认同，咱相时嘛爱伫地面上爱做光做盐，成做咱使命的实践。当咱每一个人拢伫上帝恩典的中间向目标直走的时阵，咱毋干那是追求个人属灵的成长，咱更加是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。教会成做基督的身躯，需要每一个肢体拢发挥功能，共同承担传福音、做见证、服务社会、见证福音的使命。所以，咱会当家己问家己：如果有人在效法咱的信仰生活，那安尼，因会看到啥物？因会学到啥物？咱毋望别人看咱的时阵，会当对伫咱的身躯顶学到啥物？亲爱的孩子姊妹，当咱今仔日行出这个教会，结束这个聚会的时阵，毋望咱会当带着新的思考甲温柔的决心，通过保罗所讲《腓立比书》第3章12、19、21节的学习，咱会当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真实的一种的写照。保罗用伊个人的见证甲咱讲，信仰毋是靠家己努力来达到一种的终点，然后停留伫遐，乃是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不断受着更新甲努力一种动态的旅程。
毋是你个人的成就，是咱整个信仰群体的追求。这毋是一种地面上所讲会当来满足的事，乃是咱拥有天国迄种价值观。这是属天对天顶来活命即种的愿望。所以保罗伊讲，目标直直走，是咧提醒咱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有安尼属灵的意志，咱会当用即个成做咱的目标。咱承认家己的无完全，但是咱愿意踮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继续来成长。咱袂记得后面的事，拍拼追求头前的事。咱无互地面上的事来白吸，乃是注目对迄个天顶来迄个活命，才是咱所爱追求的。咱的追求毋是家己一个人单单伫遐奋战，乃是通过群体的努力，咱做伙来行。咱需要互相来效法迄个好的模样，嘛需要伫上帝恩典的中间，咱正做别人学习的模样。伫即个纪念尼西亚圣经制定170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，咱嘛重新来想，什么是真正要紧的事。基督的神性、十字架的救恩、国外的愿望，这个拢是历世历代教会所持守核心的真理，嘛是咱今仔日坚持的信仰的根基。今仔日的教会需要对伫个人属灵的追求，一直延伸到信仰群体共同的使命，伫多元的中间来超找合一，共同同一个目标来前进。如果咱中间有兄弟姊妹拄经历着困难甲软弱，请会记得上帝恩典是伫人的软弱来显得完全。对伫感觉家己已经行了真远的路途的兄弟姊妹，咱嘛会记得保罗讲爱谦卑，因为每一个人拢犹搁伫路上，咱拢需要上帝恩典，咱爱谦卑承认家己的无完全，然后带着上帝所加添的信心，倚靠上帝的恩典，继续目标来直直行，做伙行踮伫耶稣基督内面，迄个生命会当得完全。这是一份对天顶所来活命，用安尼做咱的目标，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通过保罗的教导提醒阮，信仰是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继续不断的旅程。求你帮助阮，袂记得后面的事，着头前的目标直直走，无倚靠家己的气力，乃是倚靠你的恩典。愿阮拢会当活出天顶的公民的身份，成做别人的模样，也学习遐个伫基督的内面成熟的生命的典范。求你互阮继续不断来对话，伫你的内面来追求合一，伫听的中间来起造阮的信仰，直到阮见你的面迄个时阵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回应诗，圣诗481首。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，也起立。
请坐。这时是公道时间，咱为下面三项事来祈祷。头一项为祝福父亲甲身兼父职的身心灵。第二，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的规划甲老师的邀请。第三，为基督徒公共参与甲多元社会对话。请会众同声开嘴来祈祷。公道线要请司院长李丽玲执事来做结束的祈祷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丰盛的恩典，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。为台湾中南部暴雨祷告，祈求主保守居民平安，让雨势早日停止，灾情不要扩大，并赐给救灾所有人员智慧与力量，安全快速的救灾，避免灾情的扩大，让受雨势影响灾区居民能尽速重建家园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8月8日是父亲节，求主赐福所有父亲们都有强壮的身心灵，使他们长寿享福，在基督里与家人彼此相爱，在生活中充满智慧，成为孩子的榜样，建立充满爱和喜乐的家庭。圣经学校能让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信仰生命中不断的一起成长学习，充实灵命。为秋季班老师邀请老师们规划设计课程预备，都由你的旨意带领。求你的公义的光照耀在台湾，使你的国降临在台湾。愿你旨意行在我们的国家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成就你在世上的工作，为基督徒公共参与与多元社会的对话，在对话中有聆听和同理心的能力，能够谦卑下来，在过程中培养彼此信任和尊重、包容。我们将所祈求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聆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是咱的奉献。
请客流用奉献四罪来祈祷。请坐。今日是8月头一个主日，为了要庆祝爸爸节，儿童主日咯，要献2首诗，《爸比的手》，爸爸。
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先开周报通知事项。真感谢儿童注意了，遮小朋友来庆祝这父亲节。恳求上帝施恩祝福每一位爸爸，也纪念身兼父职的人。愿上帝纪念老师、同学甲家长。第二项，下礼拜8月7日，咱要举行圣礼典，请已经领受成人洗礼也是更新礼的基督徒，以必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恩赦。圣餐的服侍者，请家己留意。第三，大专新生特别开学，欢迎介绍加入济南教会学生的团契。聚会时间是拜六暗时6点有暗顿甲聚会。地点是伫咱济南教会的主日路教室。会当甲曾嘉丽传道来甲伊联络。第四，守护台湾的祈祷会，每礼拜5暗时7点，做伙来为上帝国来代祷。第五，人权电影如何发动革命？时间是今日暗时6点半，地点是伫咱教会这个所在大礼拜堂。第六，台湾新南院的新学系要开新的课程，伫咱教会有8门课，详细请咱来看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第七，第5届新世代台湾精神奖要举行颁奖的典礼，得奖的是杨双子作家，时间是伫即个拜六8月7号下昼2点到3点半，伫咱的教会小礼拜堂。具体消息，主来照王摩尼姊妹安歇的，伫7月16安歇主怀女婿98年，愿主安慰遗族。个别礼拜时间是伫8月7号拜六的上午10点，伫二滨的怀爱馆景阳路至善2厅。团契消息大多的事项，请咱家己看。即是要请张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。将来介绍今仔日甲咱做位敬拜新的朋友林伟琴姐妹，你徛起来，互阮来，伫遮嘿，咱欢迎吼。再来一位是吴宗生弟兄，毋知伫倒位？咱欢迎。好，请咱甲边仔兄弟，咱互相来行平安礼，愿主的平安伫咱的中间。咱是三角来吟圣诗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。吟诗煞要请张牧师来祝祷。尊敬的上帝，愿你权能的神改造阮，温柔的神引带阮，恩典的神帮助阮，互阮服侍敬拜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阿免。
请坐列岛散会，有需要台岛的兄弟，请老婆到济南路骹雨伞骹，牧师长老同工为恁祈祷。